今日同各位老友記一齊傾傾我哋喺股市當中遇到嘅一啲專業嘅用詞。崩盤，崩盤就係由於某種利空原因出現咗證券大量拋出嘅現象，導致證券市場嘅價格無限度咁下跌，唔知跌到乜嘢程度先至會停止。超買，超買係股價持續上升到一定嘅高度，買方力量基本用盡，股價即將下跌。超賣，超賣係股價持續下跌到一定嘅低點，賣方嘅力量基本用盡，股價即將回升。吃貨，吃貨係指莊家喺低價嘅時候暗中咁樣買入股票。出貨，出貨係指莊家喺高價嘅時候不動聲色咁樣賣出股票。盤整，盤整係股價經過一段快速上升或者下降之後，遭遇阻力或者支撐，而呈現小幅升跌嘅變動。抬拉，抬拉係用非常嘅方法將股價大幅度咁樣抬起。打壓，打壓係用非常方法將股價大幅度壓低。黑馬，黑馬係股價喺一定嘅時間內上升一倍或者數倍嘅股票。白馬，白馬係股價形成慢慢升嘅趨勢，而且仲有一定嘅上升空間嘅股票。